后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求神悦纳我们的心，求神赐下心里的耳朵能够打开，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这时候先为我们自己要来敬拜神，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刻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圣灵上帝，我们欢迎你来，你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当我们进入在你的圣殿中，主啊，我们就谦卑自己，你圣灵就亲自做工，透过诗歌，透过神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连结于你。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把所有服侍的同工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也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归荣耀给你。主啊，让我们在今天能够献上最美的祭给你。主，我们恳求你的灵继续的保守带领，预备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再一次的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做工。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来赞美我们的主。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声音，要用我们的热情来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你，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与主活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有信心的来唱哦，更有信心的来唱哦。再次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与主活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主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让我们预备来宣告。我要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阿们吗？哈利路亚！耶稣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了。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被控告的时候，每一个被仇敌来诉说我们是不好的，但是神他却爱我们，然后他是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了。哈利路亚！是主，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愿今天的早晨，你得胜复活的新生命更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是的，主，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我们手按在我们的心上，对主说你，为我受死在十架十架上的爱再一次来触摸我们。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你的复活，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不哭管泣。多少眼泪，耶稣都看见了。你主要把我们从重罪恶中把我拉拉起来，主要使我们的爱哭成为欢我的喜。爱哭变为欢喜。你复活了，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在唱主你复活了，你的复活给我新的生命。复活带给我新我们举手对主说，给我们新生命。举手来对主唱。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
的主，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主，今天早晨我们到你的至圣座前，我们给你的唯有我们的爱。主，还有我们在圣灵光照下看到我们的不完全。主，圣灵，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带到你前面是什么，你是完全的接纳保抱我们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有一些时间，我们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为着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中更多浸泡在神那无限的爱当中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同伴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呼求圣灵更多让我们触摸到那个十字架上牺牲舍己的爱。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亲爱的主，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是今天的早晨，复活的爱要更多的在我们的当中。主，赞美你，主，你要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在那些心灵破碎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来充满，更多充满在我们当中，恢复医治的能力更多的在我们当中。主，你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呼求你，主，今天来更多来，属实的让我们来敬拜，哈利路亚，主，主来敬拜，我们心口合一来敬拜你。你的复活，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不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不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告诉世人，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哈利路亚！主，是的，主，是的，主，我们向世界夸耀的还有什么呢？主，不就是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吗？主，我们向世界夸耀的还有什么呢？主，不就是你那十字架上舍己的爱吗？主，我们能向世界夸耀的还有什么呢？主，不过就是你那复活的能力吗？主，赞美你，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今天早晨你要安慰每一个心灵破碎的，你要安慰每一个在最终挣扎的。主，你更要保抱那每一个在黑暗中哭泣的。我们每一个祷告你都听见了，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得到满足。因此我们要学着你的样式来向我们的天父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好吗？哈利路亚！请跟旁边人说：哈利路亚，主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主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有一个这么棒的敬拜，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浸泡在神的爱里。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有2处，第一处是新约的使徒行传9章1到6节，现代中文译本的199页，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继续用凶煞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给至大马士革各犹太会堂的文件，准许他搜捕跟从主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都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在往大马士革去的途中，快到城里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仆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就问：“主啊，你是谁？”那声音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里去，有人会把你所该做的事告诉你。我从前信奉犹太教时的行事为人，你们都很清楚。我不留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极力摧残他。在同辈犹太人中，我比别人更积极地遵循犹太教规，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选了我，招我来侍奉他。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儿子，使我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时，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却立刻到阿拉伯去，然后返回大马士革。过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会见彼得，跟他住了15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使徒。第2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1章13到19节，那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薛属灵牧师，题目是信仰生命的建造。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主日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当我们拿起周报，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封面看到双联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培育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培育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和操练。只有每一位信徒灵命都被建造起来，才能够为教会带来优质的信仰文化。也就是说，只有当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活出侍奉教会、见证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才会有优质健康的教会。培育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的目标，就是要建造我们的信仰生命。借着侍奉的操练，让上帝不断的来破碎我们、改变我们、引导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讨主喜悦，成为主所要重用、祝福别人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圣灵上帝之手，我们欢迎你来进入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与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节，让我们看见，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之前，必定会亲自带领与预备，来建造整合这个人的信仰生命。因为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必须要先经过他亲自的破碎、
改变与建造之后，才能够被上帝完全使用。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牧师要带领大家先来看保罗信仰生命被建造的过程。第一，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以愿意改变的心志来回应。上帝呼召一位曾经破坏他的教会的人，透过真正的改变，保罗他成为新约圣经中很多教牧书信的一个作者，也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传福音勇士。今天的圣经的第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他说：扫罗继续用凶煞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9节有记载，扫罗他在第一次外邦传道旅行中，他改名为保罗，从此以后的人们都称呼他为保罗。因此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1章13节说：我从前信奉犹太教的人行事为人，你们都很清楚。我不留情的破坏上帝的教会，极力摧残他。年轻的保罗，他因着他是犹太法利赛人的信仰背景，促使他处心积虑的要去破坏犹太的基督徒。而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以谦卑、愿意改变的心志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成为将福音传扬至外邦的桥梁。第二，我们看到上帝拣选对主宗传统教训狂热的保罗，来成全福音的事工。上帝让保罗从对主宗传统教训的狂热，转变为一位对福音狂热的勇士。所以加拉太书1章14节，保罗说：在同辈犹太人中，我比别人更积极的遵行犹太教规，更热心尊奉主宗的传统教训。弟兄姐妹，请注意，上帝能够使用我们生命的热情，并运用我们所经历、所学习的一切资源，成为我们追求信仰的基础。第三，上帝亲自向保罗启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16节前半段，保罗说：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儿子，保罗他是很确信他的领受是从上帝来的启示，脱离以前凭着血气所行的事，以后他所传讲的不再是犹太传统的律法教规，他如今所传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复活的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启示，保罗他深深体会上帝的恩典。他甚至还在15节他说：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召我来侍奉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是从小就蒙受上帝所拣选，分别为圣，领受恩召的人。上帝为了建造保罗的信仰生命，我们刚读的17节，还带领保罗前往阿拉伯一段时间。在这里所讲的阿拉伯，不是现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而是保罗时代大马士革城外一带，有属于阿拉伯所统治的一个地方。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在当时任何属于阿拉伯这个民族所管辖的地方，都会统称为阿拉伯，包括大马士革城外的地区。也就是说，上帝暂时带领保罗离开他原本的犹太文化传统和宗教的影响，使他对上帝基督的福音有正确合宜的认识，让他有能力向外邦人来传基督耶稣的福音。
第四，我们看到上帝他不是在一夕之间建造保罗的信仰生命。上帝要造就一个人，他不会像变魔术一样在一夕之间来完成。圣经18节，加拉太书1章18节说，过了3年。各位，这是上帝建造保罗信仰生命的时间。从保罗信主到他见到彼得和雅各，那是3年后的事情了。接着圣经又记载，在18节，他和彼得同住15天，表示在这么短的时间，15天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可能从彼得那里学习基督救恩的道理。保罗之所以会说这些话，为的就是要证明他所传讲的救恩之道，不是受了任何人的教导，而是直接从上帝来的。而且上帝他也安排保罗和彼得、雅各他们来见面。这说明了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是需要有属灵同伴一起分担，互相扶持，彼此鼓励。在福音的禾场上，是要一起同心服侍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通过上述保罗的信仰生命的建造历程，牧师也要分4段来思考我们的信仰生命要如何来建造。第一，要有愿意改变的心志。要有愿意改变的心志。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为什么需要改变？为什么需要改变？就是因为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个比现在更崇高、更美好的目标在等着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他们期待着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他们期待离开之后呢，接着就是要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这个就叫做改变。改变包含了2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要离开，第一就是要离开，第二就是要进入，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若没有离开埃及，就不能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使徒保罗他的第一个改变，就是离开逼迫残害基督徒这件事情。保罗的第一件事情，离开逼迫残害基督徒这件事情。而第二个改变，改变的第二个就是要进入上帝为他信仰生命的建造里面，来完成上帝给他向外邦宣教的使命。18世纪有一位名叫做 John Newton 的英国人，他是一位从事黑奴买卖运送的奴隶贩子生意人。1748年，他在运送奴隶回英国的海上，遇到一场暴风雨，几乎要把他的船打翻。就在当下，他立刻跪下来向上帝求救。就在那个晚上， John Newton 他就感受到有一位垂听并且回应祷告的上帝，即使像他那样罪大恶极的人，竟然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怜悯与接纳。经过一段时间， John Newton 他痛改前非，离开原本贩卖运送奴隶的这个事业，进入了上帝为他预备的使命中。他成为一位传道人和福音诗歌的作者。1772年，他写了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奇异恩典》。诗歌的一开始就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这首诗歌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受欢迎、感动人心的诗歌。这是作者生命改变的记录，把一位曾经贩卖奴隶的人改变之后，是替奴隶争取自由的人。过去 John Newton 他是贩卖奴隶，他改变之后呢，他一生致力于解放奴隶。身为牧者的他的坚持，也影响了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国会的议员威廉·威伯福斯。这个年轻的国会议员，他不屈不挠，在国会里面努力了数十年，直到1807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在2006年，有一部电影名叫做《奇异恩典》，就是这张海报，就是在描写这一段的历史。弟兄姐妹， John Newton 的改变并没有只是停留在他的传难与得到解决，他来相信耶稣而已，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的改变是，他不仅离开贩卖奴隶的这个生意，他更是进入了上帝带领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让他的人生方向整个被翻转，甚至影响到国会议员，因而改变国家，废除了奴隶制度，成为祝福人的器皿。第二，要有追求信仰的热情。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对某些事物会有一种特别的热情跟渴慕。这种热情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热情用对了，就是迈向成功的起点；热情若用错了，可能深受其害。根据一项调查，美国前500大企业家的总裁，其中有50% 以上的人，他们在学校的成绩都是平均水准以下，不是最顶尖的。那美国100大富豪中，也有超过50% 的人，他们并没有去完成大学教育，更不要说研究所。那么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看起来平凡的人，却可以完成这么大伟大的成就呢？是什么原因？答案就是热情。答案就是热情。在保罗的生命中，有2种热情。第一个，在他被耶稣光照之前，他为了犹太的祖宗的传统教训大发热心。就是因为他对犹太的传统祖宗教训大发热心，所以他不能够忍受那些不为犹太的传统教训大发热心的人，所以他要去捉拿这些基督徒。然而，就在他往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途中，耶稣光照他，让他认罪悔改，而且他是以行动证明他的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从耶稣光照并对他开始说话以来，一直到他为福音殉道而死，保罗的一生就只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大发热心。弟兄姐妹，让我们恳求上帝也光照我们，把我们的热情用在对的地方。我们的热情若用在与上帝国无关、与福音无关、与永恒生命无关，我们不但不能蒙其利，反而会受其害。让我们恳求上帝将传福音的热情及对永恒生命的渴慕加倍赏赐我们，让我们常常回到
起初对上帝的爱与感动，也透过我们常常跟别人来分享上帝在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恩典，让我们保有对福音的一个热情。第三，要有与上帝独处的时刻，要有与上帝独处的时刻。很多人认为信耶稣不就只是要让人的心灵有个依靠吗？各位，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却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经历到主耶稣的爱，被他的爱来感动，而我们愿意付出，而且努力的追求信仰的成长。在保罗相信主耶稣之后，他很努力的追求信仰的成长。圣经加拉太书1章17节告诉我们，保罗他往阿拉伯去。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记载保罗往阿拉伯去？这就是要强调他在那里是过着与上帝独处的生活，在那里亲近上帝。就像摩西自己一个人登上西乃山上40昼夜亲近上帝一样。请我们注意，一位最有力量的基督徒，他是喜爱与上帝独处，享受在主里面的人。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40昼夜。使徒保罗在侍奉之前，也被圣灵引领到阿拉伯亲近上帝。亲爱弟兄姐妹，请注意，上帝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必定会先让我们喜爱与上帝独处的生活，享受在上帝里面的时刻，来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的长进。今天是4月份，对不对？4月的第3个主日，不知道我们认不认识这一章？认不认识这一张纸？如果手上还没有的，我们外面桌子上都有。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表。我们配合教会的读经进度表，在过去3个月，我们读了哪一些圣经的书卷？你们还记得吗？从1月开始，我们读约伯记、传道书、雅歌。上个月读什么？马可福音。那今天读什么？很好，表示我们有人都持续的在读。我们现在开始在读以赛亚书。弟兄姐妹，你现在还有继续在读圣经吗？你的读圣经，你的灵修祷告，这就是一种与上帝独处的时刻。没有人会去查看你到底读圣经了没，你祷告了没，你灵修了没。然而我们的上帝他却清清楚楚知道。保罗他往阿拉伯一带的地方花了3年的时间，他过着与上帝独处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不用特别到阿拉伯或某个地方，我们只要在自己的家里面，每天花15分钟、20分钟或半个钟头，我们祷告灵修，读上帝的话语，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就有与上帝独处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力量的来源。第4，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与安排。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已经是他信了耶稣13年后的事情。新约圣经一共有几卷书？27，对不对？好，要不要顺便考你们旧约有几卷书？39、39、27。好，所以新约有27卷书。在27卷书当中，其中就有13卷书是保罗自己一个人所写的。各位，
为什么保罗能够写出这么多伟大的书信，而且是被编辑在圣经里面，然后流传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对教会的发展还是有很重大的影响。除了圣灵的感动之外，也是上帝使用保罗他的生命，他曾经被很严谨的教导，在宗教信仰上面被教导。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保罗，他是过着并享受着与上帝独处的时间。弟兄姐妹，当上帝要建造我们的信仰生命的时候，一定会有上帝他自己的时间表。我们要学习等候，配合上帝的时间跟安排。上帝他不会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留太久，他也不会使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太短。而且上帝他知道哪些人或环境对我们有损，就会要我们避开；或者哪些人或环境对我们有利，他就会带我们亲近。上帝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来完成他所托付的事工。就像保罗，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门徒们都很怀疑他的动机，不知道是不是假装信耶稣要来捉拿我们，而且很惧怕他，因此就不愿意接纳亲近他。但是此刻上帝就带领保罗前往阿拉伯一带地方去，之后上帝又把他带回到大马士革。当他去到耶路撒冷，他很低调，他没有去见很多的门徒，他只跟彼得在一起15天，然后他也见了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那短暂的相聚中，让他找到属灵的同伴，福音事工的同工。接着就是保罗的3次外邦旅行，传道旅行。最后上帝又带领他写了许许多多的新约圣经中影响着基督徒生活的教牧书信。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等候上帝在他所定的时间对我们生命的带领与安排，使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应许和陪伴中。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建造双联教会，他也要建造每一位双联人。上帝他更要建造每一位他所呼召的人。上帝要带他的教会进入荣耀，借着圣灵的帮助，他不但要使整个教会能够动起来，他也要在你跟我的身上来做工，带领我们走天路。弟兄姐妹，上帝的计划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他从一开始对你、对我的生命都有安排。不管我们的过去是怎样，也不管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是如何，也不管我们的工作或者学业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接受上帝，有愿意改变的心志，有追求信仰的热情，有与上帝独处的时刻，要等候上帝的时间与安排。透过圣灵在我们目前的生命处境中来做工，建造我们的信仰生命，我们便能活出有上帝美好计划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爱与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在这时候我们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就让我们再一次谦卑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成为活祭。主啊，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信仰生命。主，能让我们的信仰生命
能够发出馨香之气，能够荣耀归你，能够祝福别人。主，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神的手里。圣灵上帝，我们欢迎你来做工，更新改变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都能够继续保有主对你的热情，让我们都能够重新点燃对你的渴慕。也求主你可以来动工建造我们的信仰生命，好叫我们都能够来回应你的爱与恩典。现在我们要将我们微薄的金钱献上，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乃是奉告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现在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翻开周报的第6页。第一点，本周特别事工。年初一场大火淹没了陈承俊牧师拉拉山的家，于本主日前来本会义卖高山高丽菜，1袋100元，请会友多多关心，协助重建家园。在第二点，新生命餐会。日期呢是在4月25日的中午12点，地点在9楼的联谊厅。
对象的话是欢迎此次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邀请亲友一起来参加，请于本主日以前向石温会干事报名。其余的圣工请自行观看。那我们请宣牧师做补充的报告，还有欢迎新朋友。我们有特别要补充报告，不过特别我们要来欢迎，今天有3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一位是曾云维姐妹，坐在哪里呢？坐在这里哈，我们欢迎哈。好，请坐。第2位是夫妇啦，有一对夫妇，许承准跟曾维琪夫妇，坐在哪里？在后面哈，我们欢迎。那待会我们会有接待的同工会来接待你们，欢迎你们。那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做礼拜，但是你没有写到的那个留名卡的弟兄姐妹有吗？好，没有哈。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唱祝福歌，我们求神来赐福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我们当受差遣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让圣灵来做工、更新、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有美好馨香的气息，来成为上帝所要使用的器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